来到这里，我就必须要帮助热爱越剧的他们实现梦想。我选的队员必须能让我眼前一亮。又要上场了，挑战马上开始。一切都是未知的，我已经准备好打一场漂亮的硬仗。我来了，你准备好了吗？名家名票来组团，擂鼓开鸣等观战。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和绍兴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一鸣惊人越剧名家名票组团战。我是张宇，欢迎大家。很高兴呢，我们越剧名家名票组团战拉开了全新的序幕。那么，我们6位导师究竟会是谁呢？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定非常的期待。那么，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马上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本季的6位专家评审老师，一起来认识他们。掌声有请越剧名家黄慧老师、越剧名家陈飞老师、越剧名家王志平老师、越剧名家谢群英老师、越剧名家萧雅老师、越剧名家吴凤花老师。欢迎各位。那么除了我们现场的6位名家坐镇之外呢，我们现场还特设了一个场外观察员的身份。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场外观察员侯璐老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季的越剧名家名票组团战的比赛规则。组团赛规则：选手台上演唱完毕后，6位导师通过亮灯来决定选手的去留。如果没有导师亮灯，则选手由观察员来决定淘汰或待定。如果有1位导师亮灯，则选手直接进入该导师战队。如果超过1位导师亮灯，则选手进行反选。每位导师6个名额。好了，话不多说，期待着今天选手的精彩表现。首先有请第1位选手登场。我是来自浙江台州的周奕旭，我是一名小学教师。我最喜欢的是王志平老师。说不紧张的是假的，肯定是紧张的，但是我会发挥出最好的自己。真身在隐藏。
见故意放却为我欠下责备，将死在待我上前去唤醒他，只恐他醒来要将我归。我啥事多还他，这万千相思怎对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各位导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台州的周奕旭，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小学老师是教什么专业的？我教数学。教数学的。那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平时越剧是也有老师教吗？还是自己学的？基本上是跟着视频学的。跟着视频学的是吧？学了多长时间？我这个人是从小喜欢，因为受我外公外婆的影响嘛，一般老一辈都比较喜欢戏曲，所以我也是耳濡目染。那怎么样？几位老师对我们这位数学老师有什么想要说的？我的菜来了啊！说实在的，这一段是不好，也不好唱，因为为什么又唱又做，气息会比较喘。但总体你还是小鲤鱼精的这种灵巧，还是体现的挺恰当的啊。气呢是比较喘了一点，教你一招啊，先跑步，跑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在非常气急的时候控制住你的气息，然后再来唱你的越剧，多练练，然后。慢慢的，你的气息就会比较平稳，所以这方面你多多加强一些训练。我呢，从选手这个简历里，我看到你说了这样一句话，说越剧是你的生命。对，其实你这个话让我深受感触。老师曾经就是为了这个信念，越剧是我的生命，从国外回来。创办了自己的民营院团，虽然也经过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信念，让我走到了今天。所以说你的一番话让我很震撼，也感同身受。还有我在看你的简历上说，从小学习的时候父母是反对的，但是因为外公外婆喜欢，影响着你，对吧？所以你才这样挚爱越剧。对，其实父母怎么讲呢？以前的人思想观念总会有点那啥的，你们懂的。你把越剧当成你的生命了没有？一样，差不多。我曾经就是跟我的朋友分享，就是说我其实挺羡慕我们的票友，因为他们有一份主业，然后有一份真的很挚爱的一个爱好。我们是专业演员，其实我们是把爱好当成了自己的主业。当然我们也有业余爱好，但是我们的那种感受，那种真的是越剧是我们的生命。坐在我左边，坐在我右边，都是把越剧当成挚爱生命，令人敬佩，那就更不用说了，别提了。我要补充一句哈，我们在看周奕迅表演的时候，我就跟志平在讲，我说志平这个小姑娘很俊俏，很像你我也刚刚说，我说扮相，我刚刚说扮相跟王志平有点像。我说你把周奕迅收了吧。我是建议你因为你个头并不高，为了舞台上的美感，你台下去增加点痛苦，稍微加一点点内高，身材可以更修长一些。那个花帅讲的有道理，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是好的建议。平时台下练得辛苦一些，台上会更让我们看得更养眼一些。好的。那个小生看花旦的时候就是不一样，这眼神就在想，她如果是我台上的娘子的话，那该有多好，对吧？所以说就是尽量完美他的台上形象，是不是？那么接下来呢，6位导师怎么样来亮灯呢？又是否
除了王老师所谓的是他的菜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老师也很中意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6位导师的亮灯情况。3、2、1，请选择。果不其然，王志平老师亮灯。没人捧场啊，周奕迅。是不敢跟您争吧？我们不跟他抢，不想搅嘴。哦，不想搅我的局。对，不想搅局。我希望你们来搅局啊！周奕迅为难，是不是？阿花，三盏灯亮在那里，他多痛苦啊！如果你选他的话，又有一档戏非常出彩。我愿意书房会啊，你想过没有？完了，我愿意出。你来死了。好，来，我们掌声还是恭喜一下王志平老师吧，谢谢。在台上这个气息控制的问题，其实已经困扰我好久了，所以也感谢志平老师肯收我。大家好，我叫罗雪红，来自浙江衢州，我带来的是《祥林嫂》，你到我家5年船，因为她的唱腔比较豪放，比较有阳刚，比较适合我的嗓子。应该说这6位老师我都很喜欢，但应该真的叫我选的话，我比较喜欢吴凤花和王慧老师。如果吴凤花老师和王慧老师都给我亮灯的话，我要看他们哪一个队里给我演主角，我就进哪个队。阿毛娘，阿毛爹，阿毛娘。你到我家5年长5年光景梦一场。可怜你3层老落到红冬送早操劳到夜上岗，我一并累你上街从，你受苦送报得神啊家。阿毛爹，你在这去做什么？做什么？旁并肩夫妻同到老，有谁知半途将你骗一旁。阿毛娘啊！四季离你西归去。阿
你母子怎样苦死我？留见你和两姐在一生。阿毛要你呀，好福呀！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哦，大家好，评委老师好，我叫罗雪红，来自浙江衢州。哦，我这位朋友是我一位戏迷，他来自温州。哦，是你的戏迷？不是，是我的戏迷朋友，我们都是戏友。对对。吓我一跳，他说是他的戏迷朋友，我还以为是他的戏迷呢。其实这次他也来参加的，也参加比赛了是吗？对对。啊，后面也有你的表演，是不是？我跟曲英姐我们已经在讨论了，我们要抢，我也要助演的，我们要抢助演的。哎呦，我知道我们主演的话肯定不会到我们的战队来的，但是助演我们已经看中了。您怎么知道主演就一定不能去您的战队呢？那是肯定的，跟我抢的我抢不过他们啊，所以我私心我就放弃，就先瞄好了助演。对，助演的话肯定现在不会有人来抢，所以我预先准备，先预定一下，是不是？谢谢老师。好，那这个我觉得你这次助演就是成功的、有效的。那好好准备一下接下来你的表演好不好？先把掌声送给他，谢谢。来，你跟大家说一说你现在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哦，我是开美容美发店的。美容美发店，对对。那你跟我们说一说你是怎么样会接触到粤剧的呢？哦，粤剧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应该说前个4年吧，我到嵊州，就说跟一个朋友合伙的开了一个理发店。那我嵊州这个朋友他也很喜欢粤剧，他每天在唱，每天在表演。那我看看，我也非常喜欢。你前4年就是4年之前，你才开始真正的开始自己唱粤剧，是吗？哦，好，那真是不简单。他4年功夫，看他是非常的沉稳，非常的老练，而且唱的这个情绪也非常到位。是，谢谢老师。刚刚中间有个小细节，他那个发线飘在那，我就看他，我说他怎么弄，他就当着唱的当中，就当动作一样，慢慢跑啊！我说真厉害。是我们刚才也都在看，不知不觉当中就把这个那个头发给弄掉了。谢谢老师。罗雪红啊，我看你的表演，还包括你的助演，你们两个一演一唱一表演，我真的是有点汗毛有点竖起来的那种感觉，感染到我了，应该说。所以今天你的唱和表演都非常到位。我觉得罗雪红的演唱咬字很正，然后润腔也很到位。谢谢老师。这好像是确实是我想期待的一个男生的声音。哦，哎，我不知道你听不听明白，反正我们都听明白了。看我们6个评委现在这会儿都很兴奋，因为突然杀出一匹黑马来了。那么这匹黑马到底是花落谁家？我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账吧。我觉得你的表演真的很出彩，选的今天节目也非常到位。谢谢王老师。我觉得他这次可能会有很多盏灯为他亮起来，没准会有一满堂彩吗？有一点可能，因为他的表现力非常强。而且呢，无论是他的唱和他刚才的表演，他很走心，大家都容易被他感染。那肯定的，作为票友来讲，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但是我在觉得这一点他掌握的特别好，特别能打动你。好，谢谢侯老师。那咱们接下来就一起看看6位评委老师给你的亮灯情况，好不好？好。好。那究竟6位评委老师谁会亮灯呢？
我们3秒钟倒计时之后，一起来期待一下最后的结果。3、2、1，请选择。5盏灯，差一点点，侯老师就差一点点。谢谢。唯独尹派的新颖老师为什么没有亮灯呢？我觉得你刚刚在范派，这个掌握特色方面，唱腔啊、表演，你挺专业的，感情上非常投入。我觉得如果说能够进入吴老师这个团队，哎呦，萧亚杰太贴心了，对你会有进一步的没亮灯就等着为你拉票呢，对你有进一步的提升。因为我非常喜欢你，但是我实在抢不过大家，不想靠没可爱，是，我也就让了，牺牲我自己。其实萧亚老师我很喜欢你，真的，我一开始学的时候就学影派的。罗子红，别揪心谢谢。揪心了。我那是出于真心的，对，这才是真心。我倒真的是真心的，这是真爱。因为我也不会忽悠，我反正把我的心中的那份激动的，我刚开始发言的时候我就直接表达出来，所以说我非常希望加入我的团队。你在台上是帅的，我在台上也还算帅。所以说，通过一鸣惊人的舞台，我们来帅一回。谢谢吴老师，谢谢。我是真心的啊！我想过了，你到我的团队来，我都给你安排好了。首先，这个1星期里边，你做我的御用发型师之外，还有一个惊喜。如果你到我的团队来，我来帮你配强林嫂，怎么样？谢谢我，对吧？你看我那个气质，虽然不是很像强林嫂，那扮上我就是强林嫂，对吧？那个气息呢，感觉激情一定是不会差于刚才这位演员。你假如到团队来，范派的唯一就是你。谢谢。搞大了，谢谢。搞大了，我看也是搞大了。好，每位老师都拿出自己的杀手锏啊！你自己心中还是要有一个衡量标准的，究竟想要去哪个老师的团队？我们最后要听一下你的选择。我想做唯一的王辉老师。恭喜王辉老师！谢谢。王辉，祝贺你！你别看，我太幸运了，谢谢。我心里本来想着叫王慧老师跟吴凤华老师能给我亮灯就好了，没想到吴慧老师都给我亮灯，真的非常激动，当时我都懵了。大家好，我叫赵子琪，今年5岁了。大家好，我叫何雨璇，今年6岁了。妹妹最多情刚才。我一开始不喜欢越剧，一到老师门口就哭鼻子。轻轻飞索绿。我不是跟你说这样吗？自到他你看，这儿不能是直的，又错了，不好，又直了。我不会嘛。不学啦，再来一遍，行不行？我们还非常喜欢2个在一起的时间打呢。何璇，我想给你提个意见。什么意见？你1个月就快了，你1个月就慢了嘞。快慢，我不跟你玩了，不跟就不跟。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大家认识认识你们俩。大家好，我叫赵子琪，今年5岁了，我来自山东青岛莱西市，我是蓝宝石少儿艺术团的小演员。大家好，我叫何雨璇，今年6岁了，我来自山东青岛莱西市。那你能不能让老师们听听你们说山东青岛话？可以，可以呀。我们2个给大家来几句莱西方言版的红星歌，好不好？好啊！红星谢谢发国财，红星灿灿乃雄辉，红星射在公奴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红星射在公奴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他们俩这个嘴型，5、6岁的小娃娃看着像一老太太，太可爱了。这谁给你们俩排的节目？是我妈妈。你妈妈？要是谁想学，谁就找我妈妈。我姥姥也会唱。你姥姥也给你骄傲的，你姥姥也会唱。我妈妈比她唱得好，我姥姥比你唱得好，我妈妈比你唱得好。其实他们2个就是说的，他们2个唱的最好，是吧？是这意思吗？姥姥和妈妈唱的都没有你们2个人唱的好，是吗？是。哦，懂了。好复杂的关系。我问问你啊，这小宝玉，你最后拽人家袖子的时候是没拽住还是怎么着呀？怎么还晃了一下呢？应该是特意的。哎呀，特意的呀，做的。他在我们排练场的时候，我打水袖，怕我打着他疼，所以他老是闭眼睛。他是瞎说，他瞎说的。你抖一下，看他躲不躲？不是。表现非常不错啊！你们俩要先选的话，会选哪个老师呢？我们会选吴凤花老师。但是我哪个都喜欢。你看，这说话嘴多甜。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6位老师究竟谁会喜欢你们俩，好不好？好。我刚刚看到宝哥哥，你声音非常有男子气概。尤其最后那个拽着水袖那一下，特别有劲儿，确实有点男人味儿。而且讲话，我觉得你比林妹妹灵活多了。林妹妹其实她很率真，爱谁就爱谁。她比林妹妹会做人。对呀、她灵活。这1年饭不是白吃的。她比她大1岁，所以她比她会做人，是吧？我想问一下一对宝贝，你们除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还会唱什么段子啊？粤剧还有黄梅戏，是还会唱京剧。对，咱宝贝粤剧除了那个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其他粤剧段子还会什么？会京剧。宝贝，我说的是粤剧。梁祝。哎，对了，好的，我知道了。好。那6位老师马上就要给你们亮灯了。我们给评委老师带来了我们家乡的特产。亮灯之前先送礼。还从不里看完油就送给你了，每人1份呢，太可爱了，谢谢啊！够疯吗？够疯吗？谢谢。有备而来的。我去，他说爱我，那你给吴凤花老师要多一点的，你爱他了。够了，他一个个送过来，我爱你，我爱你，谢谢。哎呦，那真是甜到去了。那既然我也有礼物的话，我就要帮你们多说2句话了。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拿了他们的好处了，那么好，拿人家的手短，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几位老师在摸灯的这个距离当中，是不是手也短那么一截呢？来，倒数3秒钟，我们来看一下6位导师最终的选择如何呢？3、2、1，请选择。谢谢吴凤花老师，谢谢吴凤花老师。我其实觉得吴凤花老师亮灯啊，一点都不意外哈，因为2个孩子首先就表示都喜欢吴老师，但是其他老师什么意思啊？这要我就亮灯，虽然只有1个桃和1块大饼吧。我实在是没办法，因为刚才那个吴凤花老师问了你们还会唱什么，你就说只会唱《梁祝》，你没说会唱《碧玉簪》，也没说会唱《盘夫》，所以我就没得选。
我要选的话，我就把他们选过来，我跟他们学闪闪的红星。我非常开心哦，顺利的和这一对宝贝首次结缘，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短短的时间之内，小朋友加油，我也加油，我们在一鸣惊人的舞台上来帅一回，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有，我们加油啊！这个气势非常不错。好，我不会辜负吴老师的希望的。你就不辜负吴老师的希望啊？你重说，给你一次机会。我们不会辜负这些评委的希望。这些评委的希望，对，来吧，不管怎么样，首先应该去跟吴老师拥抱一下，是不是？成为他们的学生。虽然我们是选吴老师，但是我们其他的老师都喜欢。我们一起啦！耶！我叫陈玉和，我是浙江乐清翁阳人。我从小开始就酷爱豫剧，算起来吧，有几十年了。人家也说我是一个老演员了，但是呢，我这个紧张的状态老是改变不了。我为了消除这次紧张呢，我在青岛各个公园里啊，常常去唱，在人前唱唱，想锻炼自己的胆量。一鸣惊人，我来了，但愿我别紧张，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长郎，你听我从实讲，我是前年收营在宁道边浪，这云母军在外皆是新人人，原来我多举三夫多凄凉，因此我变做男大女郎，准备上飞机远洋。很好，很紧张是吗？来放松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叫陈玉和，我是浙江乐清翁阳人。我这次是从青岛来的，我在青岛有20年了。虽然身在他乡，丝毫不减我对粤剧的执着与追求。陈玉和，你刚才自我介绍那几句话背了多久了？我知道你那是真的是可能背了一个星期也不止吧，因为那个我跟大家那个爆料，好多年前我在温州演出，他托了那个丁小丸来说一定要认识我，然后就缠着我呢，就一定要教他。他的好学的程度真的是
我真的是非常的佩服。平时工作在青岛的，然后他就是那个，我说那你实在是，我看他这么想学，那我说你就把微信你在平时想到了就在微信里唱几句，我有空的时候给你回一下，没空的时候再说啊。然后他就时不时来打扰我，今天录个那个60秒，过2天这60秒大概有10几行，我都来不及听。那我想他这么爱好粤剧哈，这次他参加那移民舞台，他就跟我说了，王老师哎，我总算可以上电视了。我说你以前没上过吗？你唱了这么多喜爱粤剧这么多年。他说我做梦都在想，我有朝一日能够站在舞台上，哪怕一回就 OK 了。那么陈玉和，我问你，你今天开不开心？开心，非常开心。我发现今天你是最美的，为什么？你完全绽放了自己。你这么多年来，你把你的愿望在瞬间绽放，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为粤剧而付出、为粤剧而生。我真的觉得你非常的棒，今天的表现非常的上乘。之前你老是音不准，你一唱就一紧张就音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自己音准还听不出来。哎，我觉得很好啊。所以呢，今天你的进步是非常之大，为你点赞。刚才志平老师说的是很对的，有的时候啊，一生都很难有机会绽放。其实呢，你已经绽放了。毕竟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什么？是他对家乡的一种感觉。他刚才说了，他20年在青岛，浙江话人家都听不懂的，对吧？是的，是的。对，在那个情况下，他要唱家乡戏。他又没有老师，但是他顽固地想着他的粤剧，想着用一切办法。那么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家乡情节，就是乡愁。对的，何老师，是的。他为了参加一鸣惊人，光服装就买了大概有5、6套。今天发一张图片，老师，我穿这件衣服好吗？我也不理他。明天又发一张图片，老师，我穿这件粉红色好吗？我也不理他。我想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对吧？你上来能够展示自己就 OK 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6位导师的亮灯情况吧。来，3秒钟的时间，3、2、1，请选择。谢谢6位导师，谢谢大姐。好，谢谢，继续加油。好。粤剧肯定是我坚持不懈的，我肯定还会继续唱下去的。我叫夏法林，来自台州。我今天表演的是《杨乃武与小白菜》的选段。我最喜欢的是萧雅老师，她的唱法讲究的是比较一种气声唱法，我想从她那里学点东西。只要我努力过了，不管这次比赛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我都满足。加油！千里涛送悲痛思，长句我叫你生日谢苗红，姐姐是你是亲人，爱护我也喜把红妆做梦啊，痛。
黄金香将斯文，看头几盘那香浓，两人早晚情相知，心地里爱洒香红头中。可惜你本是个假比婚心，真年龄离你不去发不用。哎哦，姐姐祝你个小大娘你病情治了功，欲为我领取做子女，从此离别不心动。虽美样，非是我愿意走亲戚，愿子愿命运无情苦中浓。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夏法林，来自浙江台州。我是一位平面设计师。平面设计师，那平面设计师怎么会跟这个越剧结缘的？这个结缘嘛，应该说起来从我父亲那个时期说起吧啊。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也不太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嘛，因为父亲过世以后，他就留下了一堆的卡带。那么有时候会读物思人吧，那有时候会把它打开听一下，然后就慢慢发现这个里面有一种情感。那么我就慢慢自己喜欢上这个东西了。当我自己会唱了啊，然后我会感染身边一些同事啊，因为我有时候就会唱，然后他们觉得我唱得很好听，然后因为他们也不喜欢越剧，但自从我唱了以后，很多人就喜欢越剧了，就是。觉得这是你父亲留给你最大的财富。是的，实际上这个财富啊，就是你父亲，我觉得教会了你怎么样做人。你有了越剧的爱好，然后你把你的快乐唱出来，然后感染了很多的人。那么我觉得在现代社会里面，其实大家最头疼的是什么？是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老是很陌生，老是防备，老是不知道我们怎么去分享。其实你在唱的过程当中，你就把你的欢乐传出去了，同时别人对你有好感。那我想你不管将来怎么走的时候，是不是你的生活也相对变得很顺一些，人缘好，对吧？是这样的吧？哎，是这样的啊！你真是要感谢你父亲，赶快表现。现在你关键的是赶快表现。刚才黄慧老师也一直想要有问题问他，是不是？啊。然后我刚才看了他一段杨乃武的，我觉得他身上特别的一点就是带有书卷气，这个非常难得。然后呢，我看到他的这个简历上面能唱陆派，我想听两句陆派。我把美酒献给你吧，这一段刚好。一杯酒举在手，美酒芳香尽你喉，谢谢你共你转写的眼骨头，谢谢你浓你转写的红旗手，谢谢你苦记转写的老教授，谢谢你呀高调转写的好状元。怎么样，黄老师？这个嗓子非常
非常松弛，然后高低音都不怕，真的是太棒了。谢谢王老师。那就是除了这些，你采唱的玩过什么？采唱的基本上以影派为主，那么还有陆派的珍珠塔，基本上全段都会唱。我范派的采唱，我想学回18，但我就能力还是有限，就是还没。慢慢来。我的目标就是想学一个回18，还有一个就是。你嗓音条件很好。对呀，嗓音真的你的声音的可塑性很强，但是就是现在的你的杨乃武里面这一段表演，我还不太能够完全掌握你就是纯古装之后你能到怎么样一个火候。你影派的段子还会有哪几段？洞房悄悄、何温秀里面的基本上也会唱了。我听听。就算命出茶那一个地方吧。好。清早起来出了城，要全为我去往来迎。八步早把水中拿，三观气色七分明。举起迎来不留定，距离稍远叫算命。谢谢。怎么样，夏夏老师？毕竟来讲，因为是突发的，让他来这一段表演。如果我帮你台下我们去加工一下，我相信你再一次站在这个一鸣惊人舞台上，真的让人会眼前一亮。谢谢小雅老师。好，谢谢。那就话不多说了，好不好？我们看结果了。来，3、2、1，请选择。我刚好我的 VCR 里说的是喜欢萧亚老师选我。来，先跟萧亚老师问一下。我得到了很多老师对我的点评和意见，这一点是最大的收获。跟着萧亚老师，对我的唱影派肯定会有很大的提升和帮助的。我叫杨永芬，来自上海松江的。今天的参赛曲目是《红楼梦》选段。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初来到，我扮演贾宝玉。我喜欢王志平老师，我就想加入他的团队，因为王志平老师表演非常的细腻，我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很美的那种感觉。我相信我辛勤的付出一定会得到回报，加油！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出来到，宝玉是终日相伴空欢笑。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心爱的东西听你挑，还怕那牙关不是不知道，我情是脏脏浅浅来。闹我待遇，你擦开眼我先笑，我和你同坐千万同唱菜，像一抹书生的情同红榜。指望清清年年食到地中间的我俩情谊比甚好，谁
才知道妹妹生她的心结烫。此情是你瞎着眼睛把我叫，三朝四季不理我啊，是抱月十分落魄大烦恼。我与错你当年是马爷呀好，为什么怨儿鼻子将我跑？你与错你说也是生意好，为什么每份都是你常备好？你叫我报名做怕玻璃梦啊，我就是为你死了呀，也是过去式的回味，原来难告。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姚永芬，是来自上海松江的，在乡下种田的，就家里包了100亩地的啊，很忙的。现在其实100亩是不小，这忙里偷闲来参加比赛的，是不是？确实是挺忙的。但是我如果有唱戏的任务时候，我叫我姐姐啊、姐夫啊，家里人非常支持的。听听老师怎么说你好不好？好的。你这个嗓子真的是哇天，真好真好。彩唱啊这些平常多不多？蛮多的，我北帝王啊，还有游上林啊，还有追鱼书馆啊，追鱼关灯啊，我都会唱。我再谢群问你，那个盘夫徐派的盘夫你会不会唱？我也演过，但是老师上你的菜。没有，那你老师，其实我金派小的时候最喜欢了。那我想听你唱徐派的那个盘夫。老师，我真的，你给我配一下，我肯定能唱得出。我现在一下子都唱不出了。这个选手胃口蛮大的。为妻也有比喻啊在，你可知只卖人富在当富贵？你可知归路才香。徐派确实是不错，确实真的非常好。老师，我其实你们几个派我都喜欢的。对，那你既然已经在这个舞台的话，你就每个流派都这样唱。我先唱陈飞老师的吧。好，来。我家有个小姐妹，聪明伶俐成钦佩。还是徐派好。爹娘啊，爹娘，想哦，这叫女儿是好是好，娘啊！蛮会找特点的啊。对，红诗翻拍呢？仙堂桃上哪有这没啊？哪有这没有啊？仙堂桃上送你归，你是家有小姐妹，一点点。尹派。谁无情儿心悲怆，自己的命儿我自己算。你这个转换的特别快，对呀，他真的是很棒，拿出我觉得就来，拿出来就来，而且
一下像专业的感觉，是吧？哎，这个真是很难能可贵的，真的厉害厉害。王接下来，独自为弟弟做事千事成，来郎君黄泉古灯百人婚，风爱灵来在人怜，孤苦凄怜无人问。包罗万象，群姐，你洗一些菜吧。我看唐一鸣惊人，差一点点，就那个兴冲冲吧，好吧。你看看他每个流派前面都只有唱2句，最多2句。王派这里的话，他唱4句6句，那自然。我跟你说，这个选手我觉得你一定要入，因为他家有2000白玉瓏。有我的份吗？有我的份吗？再唱几句陆派嘛，我等着期待着。兴冲冲逢迎百花送，那顾得可是1年10当中。谢谢。我们那个一鸣惊人的舞台啊，真是藏龙卧虎，厉害。好，咱们话不用多说了，我觉得。我们下面就要看一下6位导师的亮灯情况了，是不是有灯为他亮起呢？来，3、2、1，请选择。谢谢，志在必得，王老师，志在必得啊！好好发挥啊！有王老师说我了，我非常开心啊！王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100%努力。我夺人所爱，我可以吗？我实在是对不起。成飞的种子选手啊，我想你们会让给我的。要抢的话，必定抢不过我的。他到我这儿来是个宝啊！我有点懵，有点懵是吧？别懵。我今天要动用全力了啊！这个演员我留下来。